师父今天来跟各位大家报告，山东青岛有一个张太太叫张氏，她生有一个儿子跟一个女孩，她家境很贫寒。她的丈夫在海港码头拉车为生。张氏住在青岛市内湛山精舍的附近，精舍有成立佛协会啊，每到礼拜天，法师就由湛山寺到这里来讲经。居士们听完经以后呢，再念一支香的佛号，张氏就借这个因缘皈依三宝，能够听闻佛法，信佛很笃实了。平常在家念佛，礼拜日就领2个孩子去学佛会听经。听完经之后呢，就跟大家一起念佛了。1937年的冬天啊，有一天早上起来，张太太忽然对她的老公就说了：“你好好领着孩子过日子吧，我今天就要往生佛国了。”她的先生因为生活奔走啊，对佛法很少心许，怒目斥责说了：“得了吧，我们家这么贫穷，还不够受吗？你还来扯这一套啊！”说完这个话以后呢，就不理睬他了，仍然去码头拉车。张太太又吩咐叮嘱2个孩子说：“我今天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了，你们2位好好的听父亲的话，不要淘气哦。”这时候他2个孩子呢，大的不过10岁，小的才5、6岁，听母亲说这个话也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仍旧在门里门外跑着玩。张太太把家里的事情略微收拾一下以后，便洗脸、梳头，因为家里很穷嘛，也没有什么新衣服可以换，就换了一套洗过的旧衣服，到床上面膝而坐了，念着佛，结果真的往生了。2个孩子因为在外边玩的时间久了，肚子饿，回家吃饭，看到他的母亲在床上坐着嘞，并未煮饭啊，就叫妈妈，但是他不回应了，以手推之，仍然是不动的。这个时候2个孩子才知道母亲已经死了，于是哭着跑到邻居家去送信。邻居听到消息啊，就赶到他家里来，看到张太太面目如生了，赞叹她的念佛功夫很深。后来她的丈夫由码头回来，痛哭一场啊，因为家里很贫穷，没有办法收敛，所以仍然是由学佛会的众居士们啊，大家凑一点款项，处理身后的事宜。结果他很安然自在的被阿弥陀佛救度，顺利到极乐世界，能够花开见佛。各位，阿弥陀佛不嫌弃这个张太太家里这么贫穷，佛从来都不分别，只要你好好的念佛，一定能会给你希望。所以佛对我们众生的恩德啊，永远都没办法说完。我们太感恩阿弥陀佛对众生关怀无微不至，这种慈悲愿力啊，让我们赞叹。我们今天能够念到佛号的人啊，说实在话，是阿弥陀佛最疼爱的孩子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谨记在心，永远认真努力，好好的念佛办道，自然临命中能够顺利得到阿弥陀佛的救度，我们往生西方，跳脱6道轮回，不要在生死苦海折磨。这是我们终身的志愿，我们要追求的唯一目标。我们很感谢所有的人，今天你能愿意念佛，顺佛的本愿，佛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感谢大家，南无阿弥陀佛。